步一步踏上征途，冇人知道佢真正身份，只知道佢把使命肩負。積積復積積，木蘭當戶織，百民記續世，為民女嘆息。問女何所思？問女何所憶？女亦無所思，女亦無所憶。佢唔係王子，唔係英雄出世，但每一步都行出真正氣勢。女兒身真正強者從來唔需要解釋，跨戰馬額長刀，衝鋒陷陣冇退路，電與飛刀光武。